新竹科航园区的 AI 伺服器大港大厂伟创昨暗发生火烧，真严重。好在464个员工拢有赶紧疏散，无人受困伤亡。伟创公司嘛表示，这件火灾未去影响到因整体营运甲财务状况。大火为顶楼一直冲出，即光乌酥酥的暗暝。伟创位伫新竹科航园区成安路上的厂区，昨暗10点外突然发生火警，现场看到人表示看到顶楼空调机着火，赶紧报案，消防人员抢救，搁疏散464人。听说可能是伟创那边发生的事情，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当然就是先保证员工安全而已啦，起码我们的人都疏散平安。火势虽然没拍花，也毋过风光来战火，搁沿着光线团烧，火势真猛，擦边恶臭的乌烟随着风向飘散，影响到新竹市东区甲新竹县。10点半的时候经过这边，它闻那个路上都是烟啊。那我们持续监控，大概到凌晨1点的时候，那空气品质已经逐渐慢慢恢复良好的一个状况。伟创是过来 AI 电脑主机大港大厂。根据现场人员表示，火灾技术为6楼的阳台空调设备烧起来，无化学物质外泄，好在在现场无人受困。起火的区域大概是工厂的厂房跟部分的办公室使用。那现场是没有存放危险物品的，大概从4、5楼挑高4、5楼的地方开始烧，然后一直烧到这个风管，然后烧到顶楼。伟创发出重大信息指出，拢有投保火灾保险，初步评估对整体营运甲财务也无重大影响。另外，我见受影响的阳明工学也发出重信，表示实际损失等待判定，相关产线停工停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